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这个周日的早晨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那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你十字架的大能，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救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
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与主亲近，让主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每一天主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神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我虽面对苦难，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是我心肠的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神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
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可以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知道，只要有你在，不管遭受到多少苦难，都依然有盼望。因着耶稣的爱引领，使我们能更与你更亲近；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软弱得以刚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中可靠的磐石，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继续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疫情仍然升温的时刻，我们仍然能够来到圣殿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歌颂赞美的神。
求主圣灵居住在你的殿宇中，斥责那不属神、不洁净的一切。求主救我们脱离疫情危险的网罗，因为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真实的平安。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学习在日常的人事物中看见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也彼此相爱。更要在疫情的时刻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关顾别人的事，守你的诫命，爱邻居如同自己。感谢主，今天是母亲节。犹太人的谚语说：“上帝无法照顾每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愿上帝将满足的喜悦、身心灵的平安赐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也祝福他们在圣灵的大能中享有美好的盼望和喜乐。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一同服侍，并参与奉献。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愿上帝赐福我们这边的母亲，然后今天有信心、有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都持守这个信仰，一直到他们的永远哈，直到永远。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用上帝爱来回应。那我们教会有准备的礼物哈，会送给母亲。那我们这个青少年团契哈，今天特别有要献诗吗？哈，先送礼物嘛？哎，对，我们礼物请青少年。我们今天母亲节，要不要请婷宜来报告一下好了？我们婷宜今天再报告一下，没关系，有妈妈今天报告讲一下你的礼物送什么，好不好？那礼物拿来一下，好，我们请关怀部我们的婷宜报告一下，送礼物好。那就简单讲一下。好，等一下你们就看到了。我讲一下为什么准备这个礼物，就是，好，我简短的讲一下，因为看到了这个海盐，我就想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觉得母亲在带领小孩的过程当中有咸，也会有甜，所以另外一个礼物是蜂蜜蛋糕。好，那给爸爸也可以配个咖啡吃，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要跟所有的母亲讲辛苦了，对。伊丽姐，这里的母亲就伊丽姐，伊丽姐。秀雅老师，母亲节辛苦了。对，不要忘了你们的心如还有心如嘛，对，不要忘了母亲的价值远超过珍珠。心如在那，心如母亲节快乐。好，那最后我用一句话，就是我妈常一直念在旁边碎念我们的一句经文，然后是我那个作为子女的跟身为子女的大家，还有成为父母的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句经文。以弗所书6章2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母亲节快乐！我们因为牧师在讲，我们每次华语堂的妈妈们也要受到祝福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地也是在华语堂，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母亲。虽然不多，但是我们也祝福她母亲节快乐。好，我们的青少期在这个时候也特地从台语堂到华语堂一样来做个献诗哈。来，我们现在请到他们的题目，我觉得很特别呢。我记得是什么 ？You are my superstar 是这个You are my star 不好意思我请他们唱好了，请他们都自己作词作曲什么都自己来的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在木头遇上你，深深关注的大奖章，是个工作狂做在软骨头上，你沉浸在欧巴的身上，是个看剧狂。小时候总是牵着我的手，为我遮风挡雨，听我诉说忧愁，总是有一股温暖在心头，但我总是不知如何去开口。成长时的我虽然有些叛逆，对你不耐烦，甚至乱发脾气，但你总是微笑对我说声关心，只是经常说一句妈妈我爱你。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 You're my superstar。心是安慰我，在暖暖灯下拥抱我，全心全意的爱我，牵着我的小手手，平时照顾我陪伴我，是我最爱的妈妈。太多话不知如何说，或是想了解更多，你就像朵美丽花朵绽放在我心头，想在这里对你大声唱我心里的一些话，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陪我前进。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 You're my superstar。 母亲节快乐 You're my superstar。哇，我们非常谢谢我们青少契哈，还是很，我就请坐。他们歌词哈，我觉得这个歌词你们看一下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文章写的不错，觉得他们写的更好哈，而且能够写出这样子的文词，非常的好哈。尤其看副歌，你的爱像星光里绽放，你的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每日的日常，我想要成长得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就是你一直在我身旁，特别日子让我大声唱 You are my superstar。
将这首歌献给妈妈们。好，我们现在来进行今天的圣经，我们要来阅读上帝的话语，记载是在马拉基书第1章1到5节。马拉基书第1章1到5节，第1节开始，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请知梅牧师来讲到爱你到底。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那以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就说小孩跟母亲就好像是10根手指头这样，十指连心，母子连心啦。好，因为你手指头若指甲痛，你就会一直好像就是那种痛就是很痛。好，所以讲会用10只手指头象征母子连心。然后就有人讲说，10只手指头就不同长短呐，那就是代表有偏心咯。吼，妈妈会偏心，比较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啊，不喜欢这个，然后就会这样子去形容做比较这样子。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一对兄弟，他们是双胞胎，就是以扫跟雅各。我们都知道以扫他比较先出生，哈，他有长子的地位。那其实不论是在很早那个时候，还是到现在，长子都是很被看重的，都是家庭里面很被看重的。那我们这里有长子的举个手好不好？我们华语堂长子还不少哦。台语堂只有一个长子而已，其他都是次子啊、三子，反正就是不是长子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比例比台语堂高哈，长子的比率。好，那以扫一出生他就备受宠爱嘛。那而且因为他的父母他们是等了大概20年左右才怀孕生产，好，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也等了20年哈。等了那么久，来一个双胞胎，然后以扫又是第一个就是比较首先出生的。以扫一出生就备受宠爱，但是上帝他比较爱谁？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就知道说，上帝却偏爱弟弟雅各，上帝比较爱那个后来才出生的。今天的经文第2节、第3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请 PPT 放一下第2节、第3节的经文。对，好，第2节、第3节这里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里的恶讨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好像很讨厌、很厌恶。这里的恶在原文里面是相对前面那个爱来讲的。好，这里就是相对什么？相对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那个爱跟恶，它就是它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对比，就是我比较，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我比较爱雅各，我比较不爱以扫，就是比较上的一个相对关系而已哈，倒不是真的是讨厌他、厌恶他，不是这样子的。好，那上帝的爱跟拣选，其实不是依照他们的行为，不是说你生出来了看起来很漂亮、很可爱，我爱你，生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的小孩子比较好带嘛。有的小孩子就很难带，特别如果说一次又来2个双胞胎，可能就会比较啊，说这个一直哭，怎么样都哭都弄不好，然后那个就好乖哦，这样子好像天使一样，这样子就会觉得很喜欢。不是上帝拣选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是按着他的主权，是按着他的主权。因为这对双胞胎还没出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了，上帝就已经决定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就已经决定了。好，就是雅各是比较受宠爱的，那以扫呢，就是那个宠爱的等级比较低一点，这样。好，所以从这点我们要来探讨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回应。上帝拣选雅各，偏爱雅各。这是他的主权，这是他的主权。坦白说啦，只要有基本同理心的人哦，我们这边不是长子的，啊，不是长子的。你们如果觉得，你们会同意这种想法吗？不是长子的，表达一下，你们认同上帝说我比较爱谁，我比较不爱谁的这种想法，赞同的，你觉得没关系啊，反正这个上帝的主权嘛，他决定嘛。那我比较不被爱，无所谓啦。如果你觉得你比较不被爱，无所谓的，让牧师知道一下好不好？哦，那代表牧师跟你们都是一样的哈，因为我也没办法接受，这种主权啊哈。就是理性上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好，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感情上、情感上，我们真的很难去接受，很难心服口服。啊，就不能公平一点吗？就不能公平两个都一样爱吗？好，不能公平吗？对上帝的主权没办法心服口服，当然也证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思考、这样子的理性判断，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果，吃了善恶果以后，我们就有那个理性判断、判准的那个能力，我们自己的判断下去了，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是不妥当的。我们这样子的判断呢，对上帝主权的判断，就是从亚当夏娃遗留来的我们人类的这种遗传呐，这个恶的遗传，难以顺服的这种骄傲。好，上帝当然有他的主权，可以决定把我们摆在哪个位置。上帝有主权决定我是要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还是我就是只能在那个垃圾资源回收里面打滚的。上帝有主权来决定。那我们都知道，理性上我们知道我们凭什么可以跟我们的造物主去说嘴？好，我们都知，理性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也不能，但是道理都知道，但是心里就是没办法心服口服。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对兄弟以扫跟雅各要怎么回应上帝的安排。他们完全顺着自己的本性，不管是比较得到爱的雅各，还是比较不被爱的以扫，他们都是顺着自己的本性。在这对双胞胎的人生剧本里面，上帝只不过就是任凭以扫顺着他的本性，为着一碗红豆汤就让出了长子的这个地位。那也任凭雅各跟他的母亲顺着他们的本性，去夺取原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个长子的地位。从第2节，今天的第2节看到说，耶和华上帝对他所拣选的子民，也就是雅各家，好，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他的后代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主角，就是以色列，好，就是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今天上帝对雅各说：“我曾爱你们。”好，耶和华说，第2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曾”也是在翻译上呢，有一点不是很好哈，就是这个“曾”呢，并不是过去式，并不是指已经过去的事情，它是完成式，它是已经完成了这样子。上帝在雅各还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他、爱他，但是我们看看雅各怎么回应哦。雅各怎么回应？第2节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在哪件事情上面有表现出你对我们的爱呢？”这一群旧约圣经的主角，这一群上帝所拣选、所爱的子民，其实当我们在看旧约圣经之前，我们读了很多先知书。如果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有点遗忘了，至少我们一路走来，这几个月我们读了很多先知书，我们都知道，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充满动荡啊。雅各一生充满动荡，他有12个孩子，哇，感觉上好像上帝很赐福给他。但是我们在创世纪也知道，这12个孩子真的不怎么样。
好，他这个12个孩子彼此之间啊相咬相吞。那延续他们的以色列12个支派呢，仅仅也在大卫跟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好像可以被称得上是受祝福的选民。然后呢，所罗门之后王国就分裂了嘛，分裂了以后又灭亡，灭亡了以后又被掳，被掳虽然好幸运，上帝的应许他们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呢，我们之前才讲的啊，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圣殿也是发生了一堆问题，始终他们都没有办法摆脱被统治的这个命运。所以，上帝真的爱雅各吗？当上帝开肠破肚的跟他所拣选的子民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我爱你们。可是呢，上帝的这个爱马上就被打脸，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就好像今天如我们母亲节嘛，好，妈妈如果跟你们说我爱你耶，你在什么事上？你在哪件事上爱我们？马上被打脸啊，就是马上被打脸啊。你在什么事情上面有照顾我们？你在什么事情上面有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对雅各他们来讲，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马拉基书在上个礼拜，牧师带大家在看后面小先知书的圣经里面，就是它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好，当然也就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传递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在人类救赎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都在旧约到新约。好，今天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停在这里了。整本圣经的救赎计划、救赎历史，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暂时停在这里。从马拉基过渡到新约，耶稣再来，大概400年的时间，上帝停止了。好，停了400年。以我们正典的角度来看，暂停了400年。不是上帝累了、厌烦了，也不是他拿不出任何的办法要来应付这一群难搞的子民，而是他要我们停在这里，好好的思考，一个上帝所爱、所拣选的这一个民族，照理讲两造的关系应该要很好，可是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个情况？为什么会走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啊？为什么会走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上帝在何事上爱我？我想这不只是旧约时期以色列那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的疑惑，这种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这种对上帝的质疑，在我们这群罪人身上其实也是无所遁形。上帝爱我吗？上帝在哪件事情上面爱我呢？他在哪件事情上面保守我、赐福给我？上帝为何会让战争爆发？我们祷告这么久了，这乌俄战争好像越演越烈，没有止息的那种迹象。那为何又会让我们处在这个瘟疫 COVID-19 的这个从2019的年底到现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让我遭受损失？没有让我凡事顺利？上帝为何会让我碰到那些倒霉的事情，碰到那些让我感到羞愧跟愤怒的事？为什么？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今天是母亲节，各地都在颂扬母爱的伟大，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双薪家庭也疲于在工作、家庭两边也是疲于奔命，家庭功能渐渐的消失，颂扬母爱这件事情也渐渐的成为现代很多儿女心中的一根刺啊。为何我没有碰到一位好的母亲？为何我的母亲，上帝啊，为什么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为什么我的母亲就不爱我？坦白说，不是只有这个时代的人会碰到这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节日，真的很尴尬哎。就是有的人还真的蛮开心的，有的人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在过去也有许多人像以扫一样，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的母爱。
现在很多被抛弃、被忽略、被虐待，在身心灵上面都营养不良的孩子到处都有。当然，也有一些人像雅各一样，得到母亲的溺爱，自视甚高，营养过剩，会认为母爱理所当然啊，母亲嘛，你就是要理所当然要这样爱我啊，不然嘞。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妈宝嘛。好，现在有一种人叫妈宝，就是理所当然，你就要给我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啊。我已经长大成人，但是我就是妈宝，就是靠爸靠妈这样子，就是靠着，就是不然的话就是自己没办法处理任何的事情。像这样子价值观被扭曲，因着溺爱价值观被扭曲的孩子，其实也不在少数啊。上主日牧师说过，教会生活是让我们学习将信仰落实在生活里的一个地方。身为一个母亲，要爱得恰到好处，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需求、难处，也有各自的背景跟经历。妈妈也有自己的成长经历、成长背景，妈妈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际遇，每一个不同的妈妈都有不同的际遇。所以，不论是身为母亲还是身为子女，在母亲节，我们首先要去思考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向上帝承认自己无法做到让彼此都满意。真的，现在有小朋友就是心乳在线上嘛，哈，博业嘛，哈。有的时候小孩子就是自己很累的时候啊，小孩子就怎么弄都一直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我不知道啊？牧师以前就这样，就觉得很烦呢，那有完没完呐？你要怎么样你才能满意啊？然后呢，就在那个当下，有的时候真的会发脾气，可是发完脾气以后就会觉得又会觉得很自责，说啊，真的是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脾气，可是就是在一个当下，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就是有的时候会在一个情绪上，我就是会失控，然后就会自责。我相信儿女也是一样。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妈妈爸爸很烦呢，不要再讲了，讲几次一直讲不听，好或怎么样子，我们也会有就是赌气的时候，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还在学习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生命，我们也都是在我们的到现在的一生当中有缺乏的生命，我们还处在一个不断需要去学习怎么去爱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而已。上帝按着他的主权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位母亲，不论我们是否对我们的母亲感到满意，那是上帝的主权，我们都要学习去顺服并且接受。我们总不要像以扫那样，千万不要像以扫那样子，也不要像雅各那样子，就是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回应上帝的安排，任由那一些会让人觉得遗憾的事一件一件的接着一直不断的发生，然后又一直质疑上帝说，你在亲子关系这件事情上面根本就不爱我，你根本就没有帮助我，也没有满足我。我们接下来看第3节、第4节的经文。第3节这里说，上帝要使以扫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然后第4节，我们换下一页。第4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以东就是以扫了哈，以东就是以扫。以扫他们会落到如此的下场，不是因为上帝比较不喜欢他们，才让他们落到这样的下场，不是的，是因为他们任由自己的本性，他们任由自己按着自己的本性来回应上帝的主权。他们怎么任由自己的本性呢？说好啊好啊，你不爱我，你比较不爱我，那算了，我不要你也可以。我没有你这个上帝，我没有你这个妈妈，我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一样可以头好壮壮。你怎样，我就是要拼给你看。任凭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们拒绝接受上帝的主权跟安排，他们向上帝发怒，
他们想用任何方式来证明自己，即使没有上帝，他们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在旧约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看以扫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他们果然也一度，他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位置。可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就是刚才为什么上帝震怒？刚才牧师讲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们的结局确实是令人感到唏嘘啊。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他们被放在一个离上帝最远的位置。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最远的位置是谁选择的？是他们任凭他们自己去选择那个离上帝最远的位置。我们再回头来看第2节，第2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上帝的爱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这个爱是已经完成了，是个完成式。上帝的爱一直都没有改变，纯粹是看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对于上帝所偏爱的雅各，上帝也不断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雅各嘛，就以色列，整个从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后分裂王朝，上帝一直不断的差派先知去跟他们呼吁、挽回他们，不断的忍耐、怜悯又医治。对于那些比较不被上帝关爱的以扫，上帝其实也没有亏待他们，上帝也提供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他们始终顺着自己的本性，最终才招致这种被灭亡、被毁灭的结局。弟兄姐妹，今天讲到这里，我不晓得你认为你自己是比较像以扫，还是比较像雅各？又或许是多少都有像一点这样。不论自己是觉得自己是比较被爱的，还是比较受忽略的，其实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份完整又合宜的爱。第5节，今天的经文第5节这里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这群新约的子民，就是我在座的各位，我们其实在旧约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拣选我们不在里面的。好，我们就是属于以扫那一边的，就是比较不被上帝爱的那一个，因为上帝拣选雅各嘛，没有拣选我们哦。好，但上帝却为了我们这一些他比较不爱的这一些人，我们这一些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命，他舍去，他甘愿舍去。上帝比较不爱的这个比较不爱，竟然是这么的爱耶！原来这个叫做比较不爱。上帝的爱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他的比较不爱，却是用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来换来的，这个叫做比较不爱。他为了我们这一群像是以扫，不是被上帝拣选、比较不爱的这一群人，付上了代价。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不管你刚刚是觉得你是比较像以扫，还是像雅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个选择的机会，重新选择的机会，是要像以扫只顺着自己的本性，好啊，你不爱我就算了，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像以扫一样，不断的恼怒现况，不断的对上帝质疑吗？还是我们要选择像雅各，即便我对上帝的安排我也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呢，我怎么样？雅各跟上帝怎么样？摔跤嘛，我就跟上帝摔跤啊，我就赖着你啊，
我就赖着你要给我啊。好啊，赖到最后，我还是顺服，但是至少我争取过嘛。就是这种摔跤的关系，你们应该都有跟自己的父母摔过跤吧？有没有？没有跟父母摔过跤的举手一下，我想看一下你们现在哇，宜家那么乖，好棒哦！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跟父母摔跤过的那个孩子哈，因为我自己以前我常常跟我的父母摔跤，就是不管怎么样，最终哈，不管你摔跤的结果是如何，你最终仍然愿意选择顺服上帝的安排，愿意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学习调整自己。这是雅各。好，我们常说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对于上帝，我们就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那种人物设定啊，天父上帝嘛，那上帝是父亲喽，上帝是男性的角色喽。好，其实不是，上帝不只是父亲，他也是母亲。他的怜悯慈爱，他的恩慈良善，他不轻易发怒，他节制，其实都是母亲的角色。当然在更正确来讲，应该是说，我们所谓母亲的特质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我们人嘛，我们人就是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会反映出他的形象跟他的属性。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性别刻板印象已经要逐渐被打破了。好像我们的这边博彦爸爸，也会有妈妈的那一种温柔，对不对？好，良善，好。等等，好，就自己去想这样。然后，所以这个，那妈妈又像我这种，有的时候会很凶的啊，对不对？哈，所以性别刻板印象，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渐渐被打破。但不论如何啦，我们所需要的那份完整的母爱，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或许我们对母爱有各自不同的感受跟理解，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总要调整自己对于母爱的看法，还有期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像雅各，得着许多额外的爱，得着许多额外的恩典，我们要记得常常在耶稣基督里来省思，这份爱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让这个爱可以满意的爱可以流出去，可以让更多需要的人得到这份爱，我们可以去关怀。因为刚刚有说，有很多人他们得不到这样子的爱，好，他们得不到这样子的爱。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分享出去，让更多需要的灵魂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而不是自私的，只是像个妈宝一样，就是把这份爱占为己有，然后所求无度这样。好，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像是雅各，缺乏母爱呢，甚至于对母爱有一种愤怒跟抗拒，那就更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用他的牺牲代替了一切的不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委屈跟愤怒跟不被理解，他都知道。在我们千疮百孔的生命里面，耶稣他总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跟满足。上帝不容许我们因为被溺爱就骄傲自私，做大自己。但是他也不容许我们因为缺乏爱，就像上帝一只发脾气、无限上纲的发脾气。因为唯有上帝才能用完整合一的母爱来爱我们。他用他的全能，上帝用他的全能为我们安排道路，他用他的恩典来给我们有调整的机会，他用他的怜悯不断的挽回我们，用他的信实守护我们，更用他的审判来警戒我们。母亲是一个呼召，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呼召，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回应。当一位母亲她能忠心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感谢上帝。当一位母亲无法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感谢上帝，因为或许你会问说，上帝，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爱我吗？但是上帝会告诉你，在耶稣基督的牺牲里，我爱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牺牲里，我把你所缺乏的、得不着那个满足的爱，都给你补偿满了。
他爱我们到底，上帝爱我们到底，这爱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了。当我们的心里觉得对这份母爱，不论你对这个母爱有怎么样的想象，有怎么样的理解，有怎么样的感受，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得着那完整的母爱。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我们真的要欢迎主，常常欢迎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的生命的爱不被满足的时候，唯有主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那一份爱。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使我心肠得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每一密处。你的爱使我生命更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若你觉得这一份母亲的爱让你的心有所迷失，失去了方向，上帝会用他的爱把我们带回正途。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重新对这个人生有信心，有盼望。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丧胆，因你使我心肠得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为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圣灵，使我心更勇敢。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每一密处。你的爱使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
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的心头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主，愿我们每一位身为母亲的都能够衷心回应你的呼召。主，也愿我们成为子女的能够在主你的爱里更深切的来看这份母爱。主，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会有缺陷，我们会有许多的遗憾，许多的恼怒，许多的期待。这样子的期待，这样子的情绪，这样子的经历，很多时候会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主啊，你好像不爱我们。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牺牲里都显明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机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重拾母爱的机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更正确来看待母爱的这样子的机会。愿圣灵的感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上帝的大能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阴霾，让我们可以走向那光明，充满盼望，有勇气的这样子一个未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会后时代的回家》。